識得作曲啦，仲需唔需要人去拉琴呢？手細手硬係唔係唔適合學小提琴？Hello， 我係小提琴手文文，整理咗一啲家長同埋小朋友關心嘅問題。今日開始新一輪嘅 Q&A。第一條問題呢，手細手硬係唔係唔適合學小提琴？咁呢個係好常見嘅迷思嚟嘅。手細呢，其實冇問題嘅，小提琴嘅音程咧係可以移動嘅。如果你學識換把位，就可以克服啦。咁手硬呢，多數因為緊張，唔係生理性嘅問題。咁我會引導小朋友去放鬆啦，用慳力啲嘅方式去拉琴。咁手硬呢，只係提醒我哋需要用更加聰明嘅學習方法。學小提琴喺邊一方面需要使錢呢？會唔會非常耗費家長嘅精力？咁喺金錢上包括課程、樂器同一啲耗材。入門嘅小提琴咧就唔需要太貴嘅，但係要音準好，好發聲。喺精力上咧，前2年家長嘅陪伴係好重要，但係唔係監督，而係作為小朋友嘅第一個聽眾。具體嘅鼓勵比跟班更加重要。咁多啲陪佢哋數下拍子，唔好責備佢哋。AI 都識得作曲啦，而家仲需唔需要人去拉琴呢？ AI 咧可以做到完美嘅標準音樂，但係做唔到3件事：現場嘅生命力啦，唔完美嘅動人演奏者獨一無二嘅故事同溫度，人與人之間嘅情感連結，現場發揮嘅一啲臨時驚喜。咁呢一啲咧 AI 係取替唔到人類嘅。咁 AI 咧提醒我哋，音樂最珍貴嘅係愛、感受同埋分享。你會收所有報名嘅小朋友嗎？遇到冇禮貌或者極度抗拒學習嘅小朋友應該點做？首先我會觀察啦，同埋聆聽佢哋。小朋友嘅唔禮貌係嚟自於緊張同埋不安，咁我會用引導去代替責備嘅。咁至於被逼嚟嘅小朋友呢，我都唔會急住去教琴，而係先令佢哋放鬆，令佢哋中意英俊先。跟住之後再用傾偈同埋玩小遊戲，令佢覺得音樂係一件溫暖嘅事。咁最後一條，一拉琴就頸痛、膊頭酸，係咪因為姿勢唔啱呢？呢個係好常見嘅問題，90% 都係因為姿勢太緊，用錯力。咁樣呢，唔係用頸去夾琴嘅，而係用膊頭輕輕咁樣托住，下巴自然貼合。咁樣呢，頸同埋膊頭咧係全程放鬆嘅喎。咁我會示範一個正確姿勢俾大家睇啦，都要注意埋個肩托，高度要適中。左手咧完全係唔使幫忙去承重嘅，右手咧自然垂下。咁拉琴應該就係輕鬆，唔會攰。今日嘅分享就結束啦。音樂教育唔係標準化嘅流水線，而係見到每個小朋友嘅獨特節奏同埋亮點。如果大家覺得我嘅回答對你有幫助，麻煩俾我一個點讚啦！歡迎你喺留言話俾我知你想了解嘅小提琴問題，我都會一一認真回覆。